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12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大风台梅花开始影响北部、东北部，气象局表示，暴风圈未去吸到陆地，所以发布陆上风台警报的机会增加。今日新增加25000外本土病例，共有28个人死亡。另外，BA.5本土病例基因定数超过一半，已经检测主要的病毒株。台南永康发生火烧厝，造成3个人死亡，初步判断是电焊盘的电线插伫延长线，才引起小拍电。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风台。中度的风台梅花上新的影响，拄则2点40时，气象局有针对风台做上新的预报。咱同齐来听气象局上新的说明。梅花台风在今天下午2点已经来到台北的正东方，大概270公里的海面上。它的暴风半径呢是150公里，持续笼罩着台湾东北部海面以及台湾北部海面。因此，气象局持续针对这2个海域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请相关海域作业的航行作业船只要严加的戒备。另外，由于台风逐渐的在北上，台湾东南部的外海已经脱离了警戒区域，因此这一报的警戒区剩下北部海面以及东北部的海面。我们预计这个台风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持续缓慢的北上。从未来24小时的路径预报上可以看到，目前台风在台北的正东方，到了明天的时候会来到台北的东北东方的外海。这段时间它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因此暴风圈持续笼罩在台湾的近海。那从路径图上面可以看到，大概明天晚上开始就会逐渐朝中国华中沿岸接近，远离台湾。那根据目前的速度，然后路径假如没有太大变化的话，很有可能会在明天晚上前后有解除警报的可能。北部跟东北部还是主要降雨的区域，我们还是认为在这一段时间，在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台中南投的山区可能会有豪大雨发生。这当中又以新竹县地区、新北市山区、桃园县的山区以及宜兰县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发生的状态。特别要提醒，由于新北市的乌来在过去已经有超过大豪雨等级的降雨，累积雨量相当可观，在这一段时间还是要特别留意降雨可能导致的灾害。继续关心中度的风台梅花暴风圈已经大大开始咧影响咱台湾的北部甲东北部的海面。气象局是表示，因为暴风圈未去吸到咱的陆地，所以发布陆上风台警报的机会增加。那今仔日是风台上挖进咱台湾的时，要提醒乡亲爱设置风台雨架透强风。一阵一阵的灯影，海巡人员赶紧伫花莲七星潭海边游防守线，搁加强巡逻，严防民众进入海波看海影。因为中度风台梅花中心伫台北东南东平海面上继续向北甩移，暴风圈慢慢影响台湾东半部甲北部海面。气象局针对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北部海面发布海上警报。目前台风的中心正在通过日本的石垣岛，预计未来会逐渐的往北移动。明天的这个时候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的近海。今天到明天这一段时间，它的移速是比较缓慢的。我们预计在明天晚上之后，这个台风会有往北加速的现象。气象局表示，12时梅花离台湾上近的时阵，虽然暴风圈无直接侵扰台湾陆地，发布陆警的可能性佫较降低，不过伊的外围环流依然为台湾带来可观的雨量。根据气象局观测，为7早0点甲12早起11点，新北湖内摄取雨量已经超过370毫米，桃园复兴区也有280毫米。宜兰太平山新北市石碇有231甲213毫米，有5级雨落雨会继续到13。未来24小时，整个预估的降雨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地区特别是在苗栗以北的一些山区当然不排除还是会有这个局部的这个豪雨到大豪雨以上的一个降雨出现嘉诚兴表示，梅花风台按算13尾仔过后，会慢慢脱离北部海域。拜3开始，北台湾落雨转雨，拜4甲拜6各地天气会恢复稳定，大部分是好天侪云。另外，进前形成的轻度风台莫博，因为离台湾还阁真远，未来选去的方向也会有开距离，基本上对台湾无什么影响。记者综合报道。
风台已经对咱台湾造成影响，伫北部有的所在雨嘛落真粗。昨昏伫新北市的大坝溪溪水涨流，大水一时啊就规个对水头冲落来，民众伫溪边巷买物件随风冲了了。有人家当当时的情形用手机翕落来，看落是真恐怖。嘛要提醒乡亲，风台天要注意安全，较莫挖进山区溪边也是海边啊。你们先上去，这样再下来搬，你这样子来不及了。大块雨一直落土沙水往水尾冲洗，溪边有民众巷仔行到一半，一直拢无上岸。你们这样子危险，不要了，危险，真的人命比较要紧。巷仔用区全冲走去，就连布棚规个也办起来，也是有人冒险想要去将物件捡起来。北阿中秋连假，这后一天11早起11点外，真侪人到新北市大坝溪鸳鸯谷耍水巷仔，因过受到梅花风台影响，突然落起大雨，无到5分钟，溪水涨起来，水流变得窜流，影片佫较出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身影，所以风急期风台天主办溪边巷仔。当时我们为什么会最后的画面是完全让所有的民众已经安全上到阶梯的时候才拍摄那个画面，可能造成一些社会上的误解，是我们在办这个烤肉的活动。环保自强巷仔强调，这个志工迄天是伫附近驻点介护协助体力民众，只是新会协助救灾单位发现情况无啥着，安怎无及时疏散？因讲大水来得紧，加上外地无公权力，只会当就心宽度。面对溪水涨起来，都一寡警讯爱特别注意咧。在上游有没有乌云密布的状况？这时候就是一个警讯。只要伫水头开始出现真侪乌云，也是溪水插到茶几往下骹楼顶顶，拢可能是大水来时进前的现象。新北消防局强调，除了注意溪水涨起来警讯，上重要的也是爱细致选择耍水场所。记者综合报道。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屏东的沿海这2天拢透强风，风拢伫6级以上，风影嘛有伫1公尺半以上。东流线的船帮伫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拢停驶。今仔早起的时有一帮公船，因为要驶来台湾修理，早起7点对小琉球出发。有民众5点外就赶紧去等，就惊万一甲波就弄死啦。对小琉球驶来的公船慢慢挖进东港码头，虽然是透早，这煞是12号唯一的船班。受风台影响，沿海风影变大，东流线航班全部停航，搭剩7点一班公船，烦恼坐袂到游客5点外就来排队。那时候10几个吧，10来个。今天是最后一班船回来啊，其他民营的船都停航。大概16个啊，4个底下4个人还在那边。为什么不回来？他们还要住，他们还要住。那边哦，无啥风影啊。公船因为进前螺旋桨讲到漂流木需要到高雄修理，才先煞载客返来东港。除了少数游客决定留伫小琉球，多数游客拢赶要返来。加上到台湾本岛上班上课的小琉球居民，公船虽然客满，也是有40-50个人无坐到。平常时都1900有嘛，今天回来就让稍微大一点，1.5米，我就转速我就开那个1800而已，那都很稳啦。东港码头头前无奈提早结束行程的游客，等要坐车返去厝。屏东沿海透早海涌已经有1.5公尺悬，为着确保安全，东流线除了公船，业者拢公告12甲13号停航。这2天有坐船需求的民众一定要注意船班的状况。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来关心疫情，今日咱国内是新增加25346个本土病例，阁有28个人死亡。那拢死亡的患者拢是50岁以上的患者。另外，本土病例基因定数即马有超过一半拢是 BA.5，看起来 BA.5已经成做咱国内即马主要的病毒株。那疫情指挥中心伫拄则嘛有搁一摆对外说明，讲去年采买 BNT 预防针的过程，嘛对外澄清，讲绝对无主动组织去买预防针。咱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
昨天我们新确诊的本土病例有25346位，哈，看起来是比较少。那我们是觉得这应该是假日好一个效应的关系。今天公布的28例死亡个案当中，我们今天没有这个50多岁以下的死亡个案，也没有这个儿少的重症或者是死亡的个案。在174例当中，有88例是属于这个 BA.5，确实已经超过一半，也就是成为我们的目前的这个主流的 Omicron 流行的病毒哈。2021年的时候就跟 BNT 在年初的其实都已经谈好了，那我想也很确定的就是说，这个最后一刻因为外力了，也可以说就是中国的政治力的介入，那没有牵成，政府也没有去阻挡所谓有什么中文复必泰字样这些问题，并没有发生所谓慈济人上飞机撕标签，否则政府不签收这种事情，并没有这个事情的哈。那当然也没有所谓的这个慈济疫苗被这个政府啦、被官员啦、大佬被挡的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感谢在这个疫苗采购过程当中哈，那所有曾经帮过我们的人。主席台积电甲鸿海永龄基金会去年有同齐捐1500万张 BNT 预防车。主席基金会的执行长顶日是对外表示，当时有接到政商界头人打电话给伊，讲买无啦，唔免无采气力。台北市长郭文哲昨昏是讲，若唔是当时是证监法师变面，代志可能就冻点去啊。若黄珊珊今仔日佫积极讲，重点唔是买有还是买无，是政府无爱你买。对此，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是强调，无证监法师变面这个代志。行政院嘛强调讲，政府绝对无主动。若主席是发出声明，爱外界唔通有政治化的想象。李主席透露，去年捐赠疫苗，予政商界大脑抗阻。无当时参选台北市长的前副市长黄珊珊，12也压出。北市府去年捌编列28亿预算买疫苗，找两间公司审计，也毋过重点拢伫入关的关卡。重点就是在于入关的那个要政府同意的那一块，是其实不是买不到，就是你政府要不要买。你们如果要赚钱，高端什么要赚钱没关系，谋财就好了。但是你不进疫苗，这叫害命。如果有人这样子做，他真的必遭天谴黄珊珊佮呛声对手民进党陈时中，对此陈时中讲，这话讲得过分，爱黄珊珊自行检讨。当时北特台北市长郭文哲讲，若毋是证监法师表明，若无买袂到疫苗的讲法。在买疫苗或买疫苗前后，我跟他也视讯过，那也亲自也拜访过他，也跟他一起用过早餐，没有所谓什么翻脸的事情。证严法师对社会非常的爱护。去年5月疫情爆发，主席台积电、鸿海甲永龄基金会随即捐赠1500万剂 BNT 疫苗。迄当时政府敢是有出手主动，也加做北市3箭焦点。从来政府没有去阻挡过，而且是一方面大家一起合作来协助，那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让这一个 BNT 疫苗能够进到台湾来。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表示，疫苗是紧急授权药品，需要政府愿意提供免责承诺，原厂才可能同意维护民间团体进一步捐赠给政府。政府伫为咱国民众健康监督的前提之下，绝对无任何主动的代志。主席也发声明表示，相关报道并不是必信，毋望外界毋通做泛政治化联想。记者综合报道。若对今仔日开始，校园的防疫指引有改变，毋免阁因为一个学生囡仔确诊，规班拢爱停课，即马是改用体检代替隔离。就是讲有囡仔确诊，老师甲同学快筛是阴性的，就当继续去学校读册。若补习班甲下课了后的照顾中心，防疫规定冇放零。互吸的结果是怎么样？课堂顶悬老师上课，大学学生每一个人拢挂喙罨做好防疫。不过学校表示，开学以来差不多逐天都有人确诊，为10日开始，无过一个人确诊，全班停课，改做以台代计。若同学确诊，其他学生若快筛阴性，就应继续上课。之前的话呢，全部停班停课呢，家长在工作上啊，或者是说要带着孩子，实在是不容易，因为现在都双薪家庭啊。
那我觉得政府这个政策也是看到家长的需求了。如果家里面你已经有症状的，你发现你有症状的，那就不要客气，就赶快筛。老师请动物脑症状或者是接触到确诊者，就赶紧快筛。学校是会请确诊者共班的学生，那厝内有快筛剂，先伫厝内底快筛，学校了后一个补发。如果小朋友家里面有快筛的快筛剂的部分，他先用，然后学校再补给他你比较弱势的清寒比较没有特别去关心注意的小朋友。我请导师特别去留意。对这新的校园防疫措施，学生拢感觉袂歹。那家己用快筛阴性，用来学校上课是上好的。有时候很危险的时候，跟确诊者接触过，我会快筛。没有阳性，为什么还要在家里隔离？你筛阴性来学校就好了。另外，确诊甲快筛阳性学生，爱有7天的居家照护，基本无症状才用去学校。补习班甲课教中心防疫也放令，暂时采固定的位生活方式等规定，不过还是要维持社交距离甲挂嘴安。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国内正开始做预防针，甲打，加强有收到2万多件注射了后不良的反应，去申请预防针受害救济。不过大部分的人拢还未收到审议结果。国民党团伫今仔日就批评讲，照目前审理的速度来看，恐惊爱审34天才审得了。BA.5继续传，台湾社区可能阁有后一波疫情高峰。指挥中心鼓励时代甲民众赶紧注第4档，不过要民众做完疫苗了后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一直到9月份为止，全台有2万多人申请疫苗受害救济，不过真侪人就亲像等先生同款，到今拢无收到审议的结果。去年2021年10月16号施打 BNT 的第1剂，然后大概之后的1个礼拜就反复有发烧、四肢红肿，然后有过敏情况。最后我的诊断是 Miss A， 截至目前为止到现在大概将近快10个月，我的受害救济目前都还没有结果。疾管署官方说明，依法伫案件资料交证的6个月内完成审定。不过，如今案件大塞车，真侪申请人的流程停伫资料检核中。指挥中心捌回应过，预防注射受害救济审议小组 VICP 已经增加开会频率。不过，时代力量甲国民党最近几个月拢捌召开记者会来批评审议结果，是唔知影拖到当时。去年到今年8月11号为止，我们总共才审了993件，总共审的比例是不到5%。如果按照这样子的审查速率，不要算未来还有不良率的增加，恐怕要审到34年之后才审得完。这个进前，卫福部以业务单位也要回应做理由，无做详细说明。因为疫苗的受害者伫赛后补偿的部分拄着困难，李干事建议讲，应该思考增加其他的救济基金等方式。那么未来会拄着预算或者是审议会议专家学者人无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即届选战参选人的论文以外将做焦点，甲大拢也被收煞。今日更有国民党的议员参选人针对民进党分林县长的参选人刘建国，讲伊南华大学的硕士论文提出质疑。不过刘建国是强调讲，伊的论文绝对无问题。针对民进党云林县长参选人刘建国的论文，台北市和云林县议员参选人12日伫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记者会，质疑讲刘建国伫南华大学的毕业论文，去互封存到2024年7月。无论是电子档或者是纸本的论文，拢无法度照出来看，而且摘要和指导教授一篇期刊有95%的订户。在短短的10天以内，6月14号，然后就由我们那个指导教授丁志文老师呢，就代为投稿，对于自己的论文品质无法胜任，所以才请老师去带头嘛。那这样是不是有带骗学历的嫌疑哦？丁志文老师就挂名第一作者，将相关的论文投到研考会上去做发表。那到底我们会觉得说，既然挂名的第一作者是丁老师，
那真正的作者到底是谁？杨世道表示，劳建局落摆用过假学历，用空中大学河美技术学院学历刊伫咧选举公报顶头，说互法院认定只有修学分，根本无相关学位。劳建局杂志伫咧婚礼走行程的时阵强调，这论文绝对无问题。硕士论文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的指导教授也很清楚，已经有对外说明过。那我想现在还在打论文这样的议题，显然这个我的对手可能也出不了什么招，然后用这样的事情在模糊焦点。另外，劳建局也讲，议员参选人针对有误导背景，10多年前伊选立委的时阵，就去互对手安尼攻击，迄个攻击的人落尾是受到法律制裁。伊希望选举应该爱提出好的政策，黑人者爱提出更较好的成绩来说服选民，毋是一直伫咧抹黑。记者综合报道。年底高学历的选举，国民党是针对提名的里长举办团结大会，党主席朱立伦也有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拢有去参加。针对中国的官方媒体表示，九二共识只有一中，也毋过朱立伦是呛讲，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国表，原汁原味袂改变。另外，卫福部长施瑞元有去电视中的后援会致辞，即马互批评伊行政无中立。蒋万安就讲，安尼做敢无中立？大家看甲明唔明？来，市民区加油！野鸡仔大声喊，展现气势。国民党提名里长团结大会，将台北市长郝龙斌、甲党主席朱立伦，还有蒋万安嘛做伙参加。针对中国官方媒体大金硬讲，九二共识干那一中无国标，佮批评国民党乱数解说九二共识，立场反起反倒嘛倒退。针对这点，朱立伦亲身出来回应。党纲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原汁原味，不能够改变。他们讲他们的，我们讲我们的，不就是各表吗？我想这是本来大家就了解的事情，只是有的一直沉迷在自己的幻想里面。九二共识议题，拿着相标是一句来一句去。同款引起争议的，也有11陈时中参加中医师后援会成立大会的时阵，卫福部长施瑞元亲身去现场致辞，表达支持，去用批评是违反行政中立的原则。动用中央、地方的各项资源，为特定人候选人来助选。好，我想这些大家看到也不意外，但是市民对于行政不维持中立、滥用行政资源都是非常反感。薛瑞元他应该是部长，他应该是政务官，政务官本身他就有他的执掌。所以政务官的部分，我个人比较没有意见。首都选战出现三卡赌的局面，以无党籍参选的黄珊珊，透早去录电台节目的时阵，也去互问到甲民众党也有亲民党的心结。除了背会，嘛进一步表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都袂输是亲人共款，也若市长郭文哲都像老师共款。记者综合报道。那中国的军机是继续背来咱的空袭扰乱。昨昏中国阁派出2架军用的无人机，一台伫南部，一台伫北部，侵扰咱的空袭。其中有一台阁飞过海峡中线。中国头一届一天派出2架无人军机扰乱台湾，国军表示11有发现到一架 BZK-007扰乱台湾西南空袭，另外还有一架 KVD-001头一届破过北方的海峡中线。自从国防部初5公布对华无人军机扰乱台湾信息以来，有通讯侦查功能的 BZK-007初5含11拢有出现一台，会当挂飞弹的中国现有上界大台无人机 TB-001初8出现一台，另外有攻击能力的 BZK-005中秋连假前2天连续出现，也有这个印度飞弹攻击目标的 KVD-001是头一摆来扰乱台湾。国军侦测到中共无人机进入我们空域的时候，掌握它的动态以外，也会提升防空飞弹的警戒姿态。那么，如果驱离无效，判定它对我们会造成威胁，那么就会按照程序实施接战的航机，并且依令遂行自卫权反击。中国解放军继续扰乱台湾，也向国防部明年军事装备设施养护费、甲军事装备设施费用超过368亿，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增加26%，若准甲2016年来比是增加96%，要到1倍。另外，根据着审计部的报告，到去年底台湾领海海峡的测量工课只有完成27.67%。若准加上连接区海峡只有完成18.42%，到今年4月15为止，已经完成的资料当中有超过7成品质有问题，测量时间超过10年，也有超过6成。内政部表示，未来会甲海洋委员会等单位共同积极办理。学者认为，讲水文资料对国家安全和经济拢真重要，应该增加能量甲经费。台湾周边海域的这个水文调查，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就是国防
是关键，也就是我们的反潜作战，还有相关的这个布雷、反水雷的行动。另外，由台船打造的海军头一只1万吨级的玉山舰，已经完成载台系统、加武器系统海上战术测试合格，会在9月30举办交艦仪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昨昏发表对抗俄罗斯200天的演讲。伊是证实讲，乌克兰已经收复乌东3个重要的城市，是军事上一大胜利。伊嘛表示，这场战争伫要进入新的阶段。当地居民热情烧人欢迎乌克兰军队的来到。乌克兰大规模反攻行动11收复哈尔科夫北部14公里，这个互俄罗斯占领达到半年外的村庄。Сьогодні 11 вересня ми знаходимося у нашому рідному селищі Казача Лопань. Ось як місцеві мешканці зустрічають наших захисників. Героям слава!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1发表对抗俄罗斯侵略战争200天的演说，正是已经收复乌东城市、饮酒母等3个战略重点。 Дорогі українські народи, сьогодні 200 днів нашого спротиву, нашої боротьби, нашої вітчизняної війни за волю, за незалежність, за право бути. Охтирку, Суми, а зараз Балаклію, Ізюм, Куп'янськ. 乌克兰当局指出，乌军伫哈尔科夫至少收复10个聚落，也毋过俄军伫放弃哈尔科夫占领区的同时，也对当地火力发电厂发动攻击，引起大火，佫造成真侪所在大规模的停电。官员表示，俄军这个举动是报复性攻击。俄罗斯国防部证实，部队已经为乌东的巴拉克列亚甲伊久姆附近撤退。 伊重新部署，佮强调，犹原会继续对哈尔科夫附近发动攻击。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проведение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Воздушно-космические силы России, ракетные войска и артиллерия наносят высокоточные удары по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м и резервам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в Харьк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不过，乌克兰军队为南部一路向东部反攻，显示乌军想要伫顿内茨克甲卢甘斯克边界开一条新的战线。这表示乌俄战争将进入新的阶段。俄军刷落来，就要想办法收掉因过去6个月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公视新闻陈伟仁编译。 来关心南太平洋是因为天灾无平静，昨昏巴布亚纽几内亚发生规模7.6个地震，目前已经知影造成5个人死亡。那印尼的西部嘛发生地震，搁连续2届，一届规模6.1，一届规模5.3。目前是无传出伤亡，嘛无发生大海中。 This morning, you can see along the road here the cracks that are here. The tension cracks opening up here. 巴布亚纽几内亚的凯南图顶离震央66公里，涂骹拢闭开，就知影地震偌严重。在地人同时也是地质学家的拉夫讲，迄当阵伊想要徛拢徛袂在，只好甲同事咱做伙，盘仔甲杯仔拢摔喺涂骹。因2个囡仔饮料早顿拢野菜，地震持续超过1分钟，伊唤叫大家爱冷静。 The earthquake has caus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damage, landslide. 巴布亚纽几内亚11早起发生规模7.6个地震，美国地质调查所也发另外一个警报，表示取消。沿海城市马当附近加内陆地区的建筑物拢受损害，并且造成死伤。对监视器看到地震发生迄当阵，真侪人拢冲到厝外，大家拢真惊。过程中镜头害甲真严重，因国家第3大城芒特哈根的一间超商，镜顶头的物件拢摔下来，玻璃杆破去，酱料也甲规涂骹。同款是伫太平洋火山带。 印尼也地区冰心，苏门答腊西部外海的蒙塔维群岛连续发生2件规模6.1加5.3的地震，真侪民众拢走到厝外。印尼气象气候加地球物理局讲，规模6.1的地震深度27公里。当地网络媒体报道，有一个人互落来查讲着头。印尼常常发生地震，不过媒体报道这2件地震并无引发另外应的风险。2018年，苏拉威西岛发生规模7.5的地震，引起56公尺悬的另外应，造成2000多人死亡。 是自2006年日落地震以来死亡人数上最地震，也是2018年死亡人数上最地震。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镜头搁等下咱国内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南永康发生火烧厝，造成祖孙3个人不幸过往。消防局初步是判断讲，因是中秋烘肉时用电烘盘咧烘肉，电线是插伫烟灯线，无插伫壁顶的插头啊，电线小拍电才会引起大火。台南市消防局火调科人员12透早就来到火烧现场详细调查。9月11日天，永康有一间邻家厝改成因为烘肉引起火烧厝，加上厝内搁囤真侪物件，才会走袂赴，最后造成祖孙3个人不幸过往。经过火调科初步调查，可能是伫客厅用电烘盘插烟灯线，一个无注意才出代志。经初步勘查，起火处可能在他的客厅附近，那边有几条那个延长线有烧坏掉。至于是不是延长线的原因所造成，可能还要进一步厘清。台南市消防局实际使用5种高功率的电器示范，那烟灯线用电超磅电源的自动断电，这种是较安全的设计。不过，若是较巨型的烟灯线，就无建议插高功率的电器，亲像电烘盘也是烘炉，拢无建议插伫咧烟灯线面顶，是直接插伫咧插座较好。其实我们购买延长线的时候，不要用旧式的延长线，我们要购买有保险丝开关的。保险丝开关还有安全开关的，就是你有使用的时候你再启动。你电锅、电烤盘是不要同时使用，如果同时使用它过载或负载，会造成那个延长线的热量过高，可能也会发生危险。除了用电安全，台南市消防局嘛呼吁厝内唔通囤伤济物件，避免伫咧火烧厝的时阵扩大火势，嘛牵着救灾。不过，这件事故到底是插座先导火，还是烟灯线先导火，也阁需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雄甲嘉义昨昏拢发生传出老人去爬山发生意外代志。高雄是一个76岁阿公甲朋友去爬茶山，过程中昏迷送病院不幸过往。若伫嘉义是一个73岁阿嬷去爬梅山的青年岭，落山时无细字骨气，骨头断去，送病院。警消人员赶到现场，75岁是大人已经昏迷无喘气，赶紧帮伊 CPR， 而且甲人送病院。11号早时，是大人甲朋友约好为高雄寿山动物园登山口去爬山，行到登寿园平台落架的时阵，大约100公尺的所在，人熊昏去。这个名登山客已经呈现欧卡状况，那其余登山客路人有帮忙急救，那我们消防人员到达之后立即接手。年纪比较长的一些长者。有的时候在山上，如果你在行进当中，万一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那么的 OK， 你必须要马上有作为，可能是马上下山，或者是马上寻求这个救护人员来处理。是大人最后无救回来，死亡原因搁咧调查。同一天，嘉义梅山乡青年岭嘛有是大人受伤，73岁的妇女带团到当地旅游，有可能伫咧落架的时阵触到骨折，疼甲无法度行。抽吸式护木固定，以及常备板将患者固定后搬运至青年岭步道入口，交由梅391后送大林慈济医院。量力而为，不要过头，水分的补充，注意营养的补充，然后适时的时候可以休息，或者必要的时候看有没有需要使用一些护具啊。医生提醒，有真侪是大人拢会爬山，伫咧行路的时阵，一定要确保着骹步有稳海，当行后一步。慢性病患者着爱看家己的状况，过程当中若发现身体无爽快，着爱随来求助。高雄市消防局嘛提醒，爬山尽量找伴，嘛爱看家己的身体状况，更加会当早会当定位的电话、手表，搁有真简单急救的物件，伫咧紧急的时间会当发挥着作用。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嘉义报道。天气反寒，阁会欠电，这是发生什么代志？有平面的媒体就报讲，台电上新的内部供电预测是讲，11月份的时，恐惊备转用量无到6%，主要是因为10月份的时，空气污染才较严重。台中的兴达电厂有5台机组袂使放，安尼就会减少250万千瓦的电。不过台电的代理董事长是八会讲，最近有风台水库的水拢真甜，会使用水力发电，备转用量一定有8%以上，供电无问题。今年热人用电量日头增加，尤其是7月份尖峰负载量直创下新高，连续几日天超过4000万千瓦。最近全台湾各地出现连山跳电的情形，不过整体供电还算稳定。今嘛就要进入秋冬，有平面媒体公开讲，
台电上新电力公司的预测，夜间尖峰备转用量率10月初敢若剩7%，显示供电较暗的黄灯；11月份佫较低，无到6%，显示供电警戒感觉色的灯号。敢讲今年秋冬的电力又佫要淡水泥。我们在水利以及燃气机组大球排程顺利的状况之下，秋冬的整个备转容量可以超过8%。台电表示，上新电力公司的预测并不是定案的内容，敢若是内部会议讨论过的文件。台电解说讲，主要是因应秋冬空污的季节就要到啊。10月份开始，兄土团的电厂执行扩大自主减兄土团的方案。其中台中电厂配合3台机组暂停运转，新达电厂2台，拢总会减少250万千瓦。不过维修转来机组，包括明潭2号机、大潭3号机、通宵4号机，会伫10月初2进前加入供电。不过学者表示，供电紧张的问题也未煞，因为明年3月核二厂2号机就要除役。明年的情况呢，那会比今年更惨。明年3月的时候，头号的2号机下来，那备转容量率呢，特别在夜间呢，大概只有3%不到。学者认为讲，目前国内供电的情形是真暗，明年3月备转用量率恐惊会佫较低，敢若3%。不过最近台电代理董事长詹文生表示，经济部当地的规划推动光电厂结合都灵的设施，由光电业者提供部分规线的量，加安欠电的设备，稳定电网。最近就会对外来招商，目标是2025年达到500万瓦。记者综合报道。这2天生活受疫情影响，加上关店厝内，即马因为忧郁症、郁卒症去找医生的患者嘛有增加。不过，经过一份调查，发现讲侪岁人治着忧郁症去找医生的比例较低，只有2%7%。专家是提醒讲，老大人总讲食袂落、困袂好、心情歹超过2礼拜，安尼有可能就是去治着忧郁症，要赶紧去医生看。厝内是大人若定心情歹，甚至有自杀的想法，可能是得到忧郁症。国家卫生研究院上新调查发现，全台有忧郁症的高龄者大约是60万，但是就医率偏低。调查研究要8,000人，发现求诊的人只有27%。有些人明明有忧郁症，但他觉得这就只是心情偶尔差一点，没有去看医生，就是不觉得自己有病。那有些人是知道自己有状况，但是觉得看医生很丢脸，会有这种会怕被贴标签。研究团队表示，个人对忧郁症的认知不足是上大的原因。因观察侪岁人，若出现食袂落、困袂去、体重减轻、小连续2礼拜以上，甚至有负面的想法，就可能是忧郁症的症头。抓准无看到，会增加衰弱症甲死亡的风险。有忧郁症的人，他们的死亡率是一般人的2到3倍，而且得了忧郁症之后，也容易出现其他的身体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肌梗塞等等。这些疾病如果说伴随有忧郁症的话，它的预后会更差。台湾2025年就来到超高龄的社会，研究团队指出，高龄者若身体老化、退休了后有经济问题，得到忧郁症的机会拢会提悬。正常生活、加参与运动、社交活动，拢是上好的预防方式。记者陈亚武、李学凯台北采访报道。传统的水电也是家事，拢爱用人工去抄表，真够工搁了时。有当时搁爱入去人兜嘛有温湿的问题。若互民众家己抄，有当时搁会出现争吵。桃园即马有一大社会主体，就推动智慧水表，免人去抄，用偌济自动传起你水公司的资料库，省时搁成功。新大楼厝尾顶装目睭睭的水表，这是桃园社会主体中路3号，总共400多户，按算11月开放。桃园市成地社会主体推动智慧水表，除了中路3号，未来新起的社会主体也拢会立即计划，超过差不多2000户左右。我们这边自来水表是跟一般水表一样，只是它会多了一个传输的孔，然后到时候就是会传输到那个自来水公司去。然后这个好处就是说，以后就不用人特别来抄表。智慧水表甲传统水表外观看起来拢同款，不过已经透过网络直接将用户用水度数传回自来水公司。除了免抄表，未来也可能配合管理系统提供住户智慧水管理加达服务，随时应掠到减少水资源的浪费。未来我们会跟台水洽谈，把这个读数据能够收证到我们的资料库里面，然后让住户及时知道自己每天自来水使用的状况，也可以跟他每个月收到台水的账单完全是一致的。
对水公司来讲，它可以不用去现场做抄录；对用户来讲，它可以实际上去掌握它整个用水情形哦。如果有漏水或是用水异常，它可以及时发现去做适当的处理。市府表示，目前水电假使拢是人工抄表，不止浪费人力，有诶爱入去厝内底抄表有温数的问题，有做好家己写度数、错误率各有3成。初期示范智慧水表，若效果袂歹，会推广应用到电表加速表系统。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送头，咱镜头来台中，开始1起的台中丰原转运中心，伫初9的时已经正式启用，会当甲代替串电提供搬车服务。也毋过袂少民众即马发现讲，搬车的资讯拢无够清楚，若内底是零零清清，落无点头咧做生理，嘛批评讲袂输是赶紧紧即要启用。市府是表示，目前即马是第1阶段营运，未来是哪做哪检讨，嘛积极办理招商，找点头去开店做生意。民众拄到火车来到丰原转运中心要坐公车，不过安怎看都是找无要坐的路线。我要坐的是那个第5月台，可是那边好像没有那个跑马灯，对，所以就自己要查一下那个 app 这样子。咱老岁人哪晓卡，哪晓有手机卡？那这7、80岁啊，你叫我搁生个手机哪好？阿伯未晓用手机啊，直接已经等点外钟，也是着等落去。另外，有在地民众讲，遮无国道客运通坐，若是要去到外县市，对因来讲是真无方便。阮像要坐，就爱去国光，就爱去到台中啊。哎呀，这里就不方便啊。所以就没有转运的功能。对对对。开7日起做的丰原转运中心，初9正式启用。目前市府规划要引进27条市区路线，希望讲会当强化代替搬车的功能。但是新站启用了后，有真侪民众对这个动线也是稍无赞，而且公车的实际路线甲外部涉水无共，嘛咬合毋着。另外，二楼卖场无开放，嘛方便讲代志做一半。那2楼的商场目前也在积极的规划以及招商当中，预计明年的时候可以来提供民众使用。现在也在积极的跟国道客运的业者在协调，然后希望提供相关的路线让民众做转运。市府表示，目前正在整理国道甲市区客运路线，要和客运业者协调进驻，希望会当强化搬车的功能性。另外，2楼的商场也搁在招商当中，目前停车格有296个车位，但是使用率无悬。市府嘛提醒讲，到9月1日进前拢免费使用。记者综合报道。那花莲的转运站嘛拄才开幕，也毋过出入的楼梯面上下，每一坎才25公分尔。有旅客就怨叹讲，行起来澹澹，感觉无安全，惊跋倒。官府是表示，照规定24公分就下资格，所以这个设计有下规定。这是9月初5才拄开幕启用的花莲转运站，其中个人1路进出口外面的楼梯，互旅客指控面积伤细，一般大人的脚无法度完全踏入楼梯面，后顶还佫捅出来，大家拢需要骑一边行，若无开跋倒。太窄，容易跌倒，要很小心。如果你分心的话，可能真的会摔下去。哦，有点窄哦。就是这个宽度是你觉得不太够？不太够。要侧着走，对不对？要侧着走才行啊。官府建设处回应，受地形下，佫需要甲人行道宽度配合，所以楼梯才会设计细坎，少一坎佫会影响楼梯的宽度。法规要求楼梯面积设计至少24公分，经过测量，这个所在是25公分，完全符合规定。如果把阶梯宽度拉宽的话，那急剧的高度就会拉高。哦，这样子可能其实也是另外一种不友善。你说要把阶梯再拉宽，可能性不高的啦。也毋过有议员比较附近超商的楼梯面积，批评官府设计实在是无友善。设计虽然符合规定，也毋过以安全面考量，也是希望官府会当改善。对此，官府回应会设置告示牌，提醒民众上落楼梯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宜兰火车头对面有知名的飞天火车，这是游客真介意来遮翕相登开的所在。也毋过近摆闹风台来，官府就爱开10多万，请工人先甲这半空中的火车拆落来，互批评讲安尼无采人的钱。官府表示已经有咧改啊，未来有新的火车毋惊风台。受到梅花风台的影响，宜兰火车头对面对动森林公园，由机美团队设计的火车装置艺术，目前是拆落来用粉红色的布棚包咧，要来度过风台。这个装置艺术，伫2014年到期了后，到今已经8年。本来拄着风台，官府就要开10几万，甲伊拆落来，来度过风台。防止伊是无采百姓纳的税金，多浪费经费。浪
浪费钱的哦。浪费经费，因为你要请吊车来也是一笔钱，你一直这样上下就是很浪费政府的钱。做这个装置艺术差不多开400万，是用木材打造的，差不多有3000公斤重，30公尺长。因过要去风台扫歹去，地师都要开100多万来修复，所以风台变下来，官府拢会请厂商把这个装置艺术拆落来度过风台。因过因为机密团队对这个装置艺术起落的角度还有悬度拢有要求，官府都要开30几万，请台北专业团队负责把这只火车拆落来，甲安起哩。尾后经过沟通了后。经过机密团队的同意，该请在地团队负责。每一届拆落来经费都变做干那10几万。这届拆落来了后，因为拄着煤灰风台，暂时未倒起哩。所以从材质跟缆索的设置，还有周边可能危害的设施，我们都会把它清除掉，以确保这个飞天小火车后面放置不用每次台风天都这样上下。官府去年编2000万，要为丢当森林公园来打造新的意象。今嘛决定要把这个装置艺术全面换新。官府讲，现处是这个装置艺术敢会阁倒起哩，也会讨论。因若未来更新了后，吊挂的方式甲材质拢会换，拄着风台就唔要一直拆落来，也阁有啥人目新的作品。记者综合报道。那最近政府在推设力量，伫台南7股有一城的土地咧起供电棒。今日有7股的少年家呼吁政府要起供电棒，要先做整体评估，唔通破坏7股的水。台南7股盐山真出名，嘛是乌面腊杯等等水饺的产地。不过现主是7股4季拢是太阳光电板。像现在我居住的地方旁边就有水田，我在晚上我都可以听到他们叫的声音。那如果光电板继续这样子盖下去的话，我想我可能很快就会听不到这些鸟类晚上觅食的声音了。根据官方统计，目前台南市是全台湾光电板上侪县市，其中7股阁是台南市上侪区，10%的土地顶悬拢是光电板。17个在地少年人就安尼成立7股监督光电青年联盟，因12特别上北到立法院召开记者会，希望政府重视。中央政府定出来的2025年光电的建设目标其实是20 GW。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光一个区，光一个行政区来看的话呢，我们就占了大概20 GW 的1/20。所以其实是我们现在其实有非常高比例的一个光电建设面积，其实是站在同一个行政区里面。这几年真侪少年人登去故乡创业，希望用7股的美食甲美景来推测观光。不过规片的光电板却把社区的面貌破坏了了。部分光电厂兴建在社区之中，紧邻住家，造成居民生活空间及视觉上的压迫，影响渔村社区的景观，冲击游客来访的意愿。呼吁政府光电建制应该有整体的地景冲击评估，并在聚落及住宅的周遭设有缓冲带。针对7股少年人的诉求，台南市经发局林元科表示，目前光电整体规划是中央负责，地方会当做的真有限。记者林书豪、谢桂林综合报道。下晡通天下，咱来关心全世界第2大电影产地印度的宝莱坞。今年甲当有推出26出电影，也毋过有20支票房稀落咧，真稀微。就连有印度老德华名号印度大明星阿米尔汗的新作品，票房的收入嘛也无电影成本的1/4。改编自美国《阿甘正传》印度宝莱坞天王阿米尔汗的新作品《拉星正传》，特别经历了8月10日，当地即间当礼拜六假期进行上映。也毋过到即马票房的收入只敢若5亿4千万卢比，也阁无到影片成本的1/4。伫过去阿米尔汗的作品，像《三个后代》《我甲我的冠军查某囝》《心中的碎粒星》，拢是放1礼拜就当回收成本。实际到戏院内面看，就让知影印度电影市场即马有偌歹。电影院内面伫咧放电影，也毋过看座位区无半人。伫卖票通口头前，只敢若一个人想要买票入去看电影。影城内面卖食的店是拢无半人，生意真歹。I guess the storyline is the issue, and since the past 2 years, the audience has been exposed to so many new themes, and they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new concepts as well. So that is why I guess Bollywood is lacking in that area, and they are not taking films seriously. सर हमारी कमाई कम होगी एक तो पोस्ट कोविड हम घर से बाहर निकलने में हमारे जेब में पैसा नहीं है और जितने में हम एक मूवी देख लेंगे उतने लोग इकट्ठा होकर एक OTT प्लेटफॉर्म का सब्सक्रिप्शन ले लेते हैं, सारे फ्रेंड्स एक साथ देख लेते हैं। और दूसरा सर ये भी है कि लोगों को पोस्ट कोविड थोड़ा प्राइवेसी इश्यूज आता है और दूसरा मिलने में झिझक हो रही है。即马民众较无爱去戏院看电影。
除了疫情加收入的原因以外，串流平台也是主要原因。圣德里影城普通时伫咧线顶卖上俗的电影票，一张的计销310块卢比。不过 Netflix 网飞伫咧印度一个月只要199块卢比。市场研究机构统计，今年7月到9月，印度片的票房收入甲疫情进前比跌45%，只敢若剩57亿5千万卢比的规模，是最近5年来上惨的一年。今年到即马发行的26部电影，有20部的票房正歹，大部分的投资拢摕袂大。市场人士讲，演员摕伤侪签约金。应该改善以电影票房的收入关系，按照比例分红。The problem is not just that films have not done well; they have not even opened well. So in a way, it is telling us that stars have to be more realistic. So if a film does well, maybe they can have a better share of the profit or something. But stars cannot operate at the current price levels because it will make most of the films loss-making. 啊，搁啥古马主演的恐怖片就要上映啊！宣传期间，记者问到这个问题，伊讲，若是电影的票房歹，演员就要负责，伊愿意顺应观众的假期，做出改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那威尼斯雅典刷过啊！伫雅典的期间，威尼斯是金光闪闪，因为真侪大明星拢有行卡到。明星伫行红地毯的时嘛，拢甲水暗摕落来。伫现场，明星、媒体甲迷众是真甲直通通。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今年的威尼斯雅典来参加的明星真多，伫咧度过严重的新冠疫情了，参加的明星来宾拢无挂水暗，红地毯两边汇满媒体甲粉丝。伫看下雅典了进行的威尼斯雅典，是欧米亚大掌柜的正规场，真侪导演、演员一直遮办新作品首映会。真久无作品的好莱坞男明星布兰登·费雪新作品正受注意，伊是演一位失去伴侣的同志查理。伫疗伤过程，重新甲查某囝恢复感情，因为伫片内查理的体重超过200公斤，布兰登·费雪除了爱食较大颗，每一遍演出前也开6点钟化妆。You need to be an incredibly strong person, physically, mentally, to inhabit that physical being, and I think that is Charlie also. 布兰登·费雪正有会呈现主角心情的变化。伫电影首映了，现场的观众站起来拍步啊，到6分钟久。这个角色也被看好会当摕到明年的奥斯卡奖。布兰登·费雪30年前开始演戏，90年代尾以《神鬼传奇》称红，2013年了突然间消失。4年前，伊才讲出被主办金球奖的外籍记者协会主席伯克性诉了，身体心理正受创伤，变过离婚，老母过身，所以暂时退出表演事业。到2018年，伊认为身心拢全好啊，重新转到大型部。若讲到今年威尼斯雅典红地毯，一定爱讲好莱坞的男明星提摩西·夏勒梅，伊穿插打扮的风格一向甲别人无同。即便伊穿着设计师好朋友海德·艾克曼的新作品行红地毯，这件大红衫后壁全部镂空，引起现场的骚动，和时尚界叫做先人顶级的61岁女明星提尔达·史温顿，1991年第一遍伫咧威尼斯摕到影后，2年前也获颁终身成就奖。即便伊的造型是金色的头毛。新的造型毋但是正规特别，伊讲伊头壳顶的金黄色是乌克兰的国旗色，表达伊对乌克兰精神上的支持。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下半波天气变化3款，来关心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27度。中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1度；南部温度上低27度，上悬37度；东部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至3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